結婚不外乎婚紗、西裝、裙褂、禮服咁啦。不過姑姑妍希同過兒陳曉就反傳統，接新娘環節分別着住由中國第一高定設計師，即係 Baby 同劉詩詩大喜日子，都揾佢設計裙褂嘅郭培 design 嘅裙褂同金袍，盡顯氣派啊！講下姑姑條裙褂先啦，橙色意大利提花面料製造，整咗1880個鐘，襯黃金頸鏈，大玩新潮。過兒套穗繡紫金袍仲誇啊，用咗3000幾粒鐘嚟整，用彩色金線繡出穗繡同龍紋圖案，夠晒氣派啊！除咗中式，仲有西式噶。新娘子着上婚紗女王 Vera Wang 嘅婚紗，襯卡地亞鑽飾同呢個品牌嘅高踭鞋，即時升呢做潮爆新娘啊！男主角呢，着由謝思宇創立嘅品牌禮服 Jimmy Choo 皮鞋，加埋卡地亞分界，簡單而隆重，仙氣十足啊！每個港人都各有夢想，你嘅夢想又係咩呢？明星奧運會將於8月4日舉行，想同明星一齊做運動，快啲報名參加啦！